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个单集的节目。在最近几个单集都为你介绍了好几张专辑，因为年底到农历年前专辑的数量就是很多，然后有一些很好的作品，你知道我们会忍不住一定要把它介绍给你。那你喜欢的话，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在每一集我都会留下一则贴文，那也欢迎你可以在底下分享你的感觉，还有你听音乐的心情。那同时这也是给创作者给歌手很棒的鼓励。另外你也可以帮我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按评分5颗星，然后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人。来 R&B 的台语歌你想到的是啥？如果你还停留在你想到的是秀兰玛雅，安就是你做老派其实台语歌发展内底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那在我这一集的节目当中要为你介绍的这一位呢，我们还没有见过面那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共同朋友一定很多啦。对，好，在线上的是郑平，来你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吧。大家好，我是郑平。你是哪人哈？其实我伫高雄出生，但是我足细汉就搬来台北啊，所以我伫台北大汉的。所以恁兜自细汉有伫讲台语就对啊。系啊，阮伫厝里大部分拢是讲台语啦。因为我为什么要甲你问，是因为你的腔就无像伫台北的腔。因为阮妈妈高雄人，阮爸爸是屏东人，系啊。所以恁兜就是正统南部人的对啊。是啦，可以这样说。我听你声音很年轻呢其实我嘛无少年我38岁啊。真的吗？系啊。是哦。系啊。你为什么到38岁专辑是2023年出的啦，咱来以就开的37岁的先出的，那会到37岁2023年了再出第一张的专辑。其实我细汉时拢是玩乐团啦，玩乐团较济中有一段时间是做较济幕后的物件，抖音啦混音这种的，所以你也是录音师？我也是录音师。然后我有做混音什么的，其实音乐相关的我都有稍微接触一些。OK， 对，幕前幕后的都有。那怎么会到了这么晚才决定来出专辑？就是其实因为之前就是以玩乐团为主嘛，然后通常都是因为乐团就会有团员，然后是大家一起共同创作。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放更多自己的东西进去，就想来就写一张就是个人的专辑。所以这个专辑就以自己的方式来出专辑，而不是跟团的方式。对，然后编曲啊，然后大部分都是自己来这样。穿多久的时间？哇，这张写开始写差不多有3年啊吧，2-3年。2-3年的时间。系啊。我应该讲了不对吧？主轴很多是以 R&B 为主嘛，对 R&B， 然后有一点点爵士，然后有一点点放一些电子的音色在里面。这个是你个人的好恶吗？还是你刻意选择的一个路数？我当然是本身就蛮喜欢这种音乐类型。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讲，刚刚较多人咧用台语唱这种歌。对。嘿啊，我想讲，我有来试看卖。我想讲，其实应该是会使，那也拢无人做啊。嘿啊，我有来试看卖。较早你耍团的时阵啊，就是以台语歌为主吗？还是？无，以前我乐团的时阵，大部分拢是国语加英文较济啦。好，因为这几年很多母语的歌手啊，创作歌手，很多人都是去参加的那个流行音乐原创大赛，然后开始被看见。你有参加吗？
我无呢，所以你看我因为我都想讲我伫咧迄个原创内底毋捌有注意到你的名，我无去参加迄个。这一张的专辑叫做《简单一句话》，简单一句话。其实嘛无介简单吼，用台语歌来写 R&B 吼，用 R&B 来写台语歌，生做什么款吼？我不计较啦吼，有一个粉专吼，有一个粉专，他在盘点2023年的专辑，他很会写评论吼，很爱写。那他写了2023年的许多台语专辑的时候，以下的正评的时阵吼，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意思就是可重复听，可重复听很重要哦。然后说，虽然 R&B， 然后用那个虽然用 R&B 的唱腔，有时候他歌词会没有办法立马听懂，但他说他觉得挺陪伴的啊。你也无聊，让一看哈，小女子台语歌天地。”我知影，你知影？我应该知影，系啊。他这几天有写了一个2023年他对台语歌的观察，这样子。专辑叫简单一句话，所以咱两个啊，讲到这迄个 R&B 的台语歌，我感觉我们先让大家听歌一下，感觉一下。好啊。已经不是你想的迄种的让 R&B 的台语歌吼，到底生什么款哦？那给你挑一首歌来选好了，好不好？无就简单一句话吧，就是主打歌，没问题。然后我们先听歌，我们再来问正评。好。简单一句话，大家开始就已经要甲到底。简单一句话，两人其实嘛只是身份关系。简单一句话，你若轻轻松松放下这一切，哪会遐尼呀？简单一句话。到这为止，有关系剩我一个，剩我一个。自头到尾，只有短短一秒钟，头壳内底想过所有的剧情，望着你的面，全世界哪暂停，亲像过了几年的光景。我承认，我上该甲伊自作多情。你敢信？亲像啥物代志嘛无发生？简单一句话，简单一句话，简单一句话，你若轻轻松松放下这一切。哪会遐尼呀？简单一句话，到这为止，有关系剩我一个，剩我一个。一阵风微微，揽着你身躯的香，渐渐无意识的跟伫咧后壁，暗暗提醒家己一直咧迷茫，唔惊一招莫讲着无人知影，我知影。反正注定完全无可能，看你表情，亲像啥物代志嘛无发生。简单一句话，大家开始就已经要甲到底。简单一句话，两人其实嘛只是身份关系。一句话，你若轻轻松松放下这一切，哪会遐尼呀？简单一句话，
到这为止，永远是剩我一个，剩我一个。好，听的这首歌是郑平的作品，叫做《简单一句话》。哎呦，这编曲就喜欢呢，丰富的管乐。这个是就是我跟我专辑另外一位制作人，就是黄浩伦老师啊，浩伦跟他对浩伦老师跟他讨论过，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加一些这种 brush 的 session 东西进去的话，可以帮这个整个专辑就是加分很多啦。嘿，我们就找几位伫纽约这个录音室，另外一位叫孙少廷老师，听伊介绍美国遐的乐手啊，就这是纽约林肯中心的那个爵士大乐队，跨海合作。跨海合作，因为迄个时阵咱嘛无法度直接过去纽约遐嘛，所以咱是用视讯录音，远距录音，咱伫台湾，伫台北开电脑安尼连线。你录音的时阵，你才连线跟他直接沟通。对。你是网络原住民对不对？网络原住民哦，什么意思？就是讲我出生的时候的，就是在你使用电脑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网络了，对不对？接近啦，差不多，差不多嘛，哈，差不多。所以，就是透过网络来工作这件事，对你来讲是很习惯的事情。对。好，我讲这个事情是因为就是以前呢，我们习惯录音这件事情要见到人，然后跟人有互动的这个温度的事情，包含很多音乐上的工作也是。那曾几何时呢，我们录音可以常常不见面，就我录好档案丢给你，然后你继续搭并。甚至于是郑平跟我们讲的，就是我直接开视讯，然后跟他沟通。这个录音过程是你在你的专辑里面才第一次经历到的吗？还是？其实以前偶尔会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会遇到这种远距离的，比如说人不方便到啊，然后就是用远距的方式这样，然后可能是用以前最早有用过那个一些通讯软体，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 ，Skype 就打电话，不会吧？对 Skype 对，用 Skype 连打电话这样子听，然后还要接到喇叭上面，然后这样放出来。也有这样过，就对，对，就是把电脑接到喇叭上，然后传通过 Skype 这样子。对，很久以前。这样会清楚呀？就只能大概听一下啦，就是对，没有办法，因为那个音质本身没有办法太好嘛。对，就是 Skype 它就是电话的音质，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像你在录音室听到的那个状态。那你这一次用远距的录音呢？用视讯它也是接到系统上面吗？对，我有接到那个就是比较专业软体那个 Pro Tools 上面，然后它有一些 plugin 可以用这样，然后就是播出来，就是你这边可以听得也很清楚这样。还蛮清楚的，它那个虽然它的音质也没有办法到很好啦，但是也是 MP3 的音质，但是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因为我们有请那个纽约那个孙少廷老师，他是现场人在纽约的，所以他也在，就是请他直接在那边录音，所以有他在也是安心很多。了解。对，好，大家可能很难想象那个直接把那个视讯系统接到录音软体上面，然后挂一个 plugin。好，大家可能搞不清楚 plugin 是什么 plugin， 简单说就是挂一个软体，然后呢就可以让我们在远方同步的听到，而不是就是好像透过现场手机收音，不是这样子啦。对。简单一句话，这个专辑你有想特别要讲什么代志吗？
啊，其实我要安讲，内底写的拢是我平常时生活的一寡心情啦。我主要是我写我家己的代志安尼。譬如譬如讲简单一句话，这条歌就是来讲我，譬如讲你平常时这样行伫路恁，一直行，可能有的时阵你会甲别人有一寡交集，譬如讲你无说你去弄着别人，还是无说你去，譬如讲咱眼睛对看有无？这个时阵就是心里面会有一些小剧场这样子，或一些小剧情说，伊弹歌是安呀，你搞我看，大概就是把这样写成歌，基本上都是一些对生活的小抱怨这样子。哦，对生活的小抱怨。其实刚刚几句话，我就想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哦。那个，咱伫都市内底生活哈，定定小拄的时阵讲啊，再约哦，很简单几句话对吧？啊，那个再约的背后，其实就是不知道何年何月，对吧？哈，有点像是，对，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对，就是那个有点公关化，有没有哈？然后你有之前我咱的好朋友谢明佑谢明佑他要走，他要离开的时候，就是他要回家了，或者他离开这个场域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他都说什么赖哦？你有注意到吗？很有趣，就走了，就是被来照的，也跟来哦，很有趣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写很多生活里面的小事情，然后自己的小剧场，对，这样子，对，我自己的小心情，譬如讲有一条歌叫50%，这是行动电源哦，不，这是降雨几率，降雨几率。降雨几率50%，因为你袂，我想我在想讲就好奇诶，你这50%一半，到底是会倒还是袂倒？其实因为我要讲，我平常时想法就较负面啦，所以我想讲反正一定会落雨安尼。你就宁愿假设它就一定会下，对不对？对，我就是比较负面，所以就会想说反正都会下，这个50%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是安尼来的，小抱怨对，所以叫50%。对，所以就叫50%。居然讲到这了，不然就大家感受一下50%的几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不好？我们来听这一首50%。50% chance of rain。100%无差别 50% chance of rain 我拢不出门嘛无关系外口景色哪会拢袂变天气有无听甲拢会sen规工到暗 like copy and paste But I'm too God in my Groundhog Day Why should I be bothered? Tired of that exactly matching patterns Nothing's fine cause I got stacks of problems Life's a trap, the past just drive me backwards 50% chance of rain 100%无差别 50% chance of rain 我拢不出门嘛无关系外口景色哪会拢袂变落也不落嘛黑天暗地不免不忙 What's on the next page But who took God in my Groundhog Day Have a glass of water I would rather smash and watch it shattered Positivity is not my fashion I hope that no
Snap me gon' be ashes. 听人讲。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上好几去甲我也期待，也期待。It's so wet outside, but I'm dry inside. Dry inside. 不期待就免惊受伤害。50% chance of rain. 100%差别。50% chance of rain. 我拢不出门嘛无关系。好，这条歌就叫做50%，然后这个管乐还是非常的精彩哦。我问一下正平，然后是你，请问你的习惯是你在录音的时候，你这一次录音是那个 backing 都好了回来，就是连这些真的 session 都录完了，你才开始唱，还是怎样？哎，大部分是这样子，对。这样唱起来比较爽，对不对？因为 vocal 主要怎么讲？毕竟最重要的，我觉得放在最后面，然后其他东西是以搭配 vocal 为主嘛。对，那 vocal 最后来处理这样子。好，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在听你的歌的时候啊，我一开始以为你台语没有讲的那么好。对，那我现在知道，可能是因为 R&B 唱腔的关系。因为我本身唱歌的习惯，然后我会觉得怎么讲，我本来咬字或者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就不会很刻意想要把它咬得很清楚。我觉得是一个实验啦，因为我的歌词里面也有英文嘛。对。所以在搭配上，我就希望可以听起来是一路顺畅下来的。哦，我懂了，所以你为了一种音韵啊，就是那个文字的音韵。对，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唱台语的时候很台语，可是唱英文的时候很英文，我觉得这样子放在歌里面会有一点，我自己会觉得不太顺。所以你去找了一个自己的 balance， 这样。对，让它可以一路这样听下来很顺这样，但是也有可能会不知道，可能会有人第一次听可能会不见得听得出来歌词这样子。会，确实会，因为还没有抓到你那个咱台语讲叫腔口。对，所以小可要讲这是条件啦，想讲因为台语英文安尼唱过来，我希望伊会当听起来就顺嘞。嘿啊，所以讲，所以做一个尝试，不要紧，这搁做一两场啊，你搁做一场啊，你就会家己有你的脉络啊，大家嘛会习惯了呢。为什么你过去你都要讲，你其实过去写的是华语歌跟英文歌比较多？对，那你怎么会想要写台语歌啊？其实因为我平常在家讲台语嘛，对，其实有遇到有能够讲台语的机会，我尽量嘛是拢讲台语安尼但是我是想讲，因为台语歌，第一点就是像这种的台语歌较少人在唱嘛，可能有人在唱，所以我就想讲，会当互要怎讲？我想要去看嘛，就是尝试一个更不一样的东西，让台语歌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想象。对，然后做一个尝试。对，大概是这样子。那你以前有听台语歌吗？听的不多，但有稍微有听一些。对。影响你的台语歌，或者你愿意听的台语歌是哪一类？比如说你以前会听的是什么？哇，其实比较就真台语歌的，我真的没有听很多我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很久以前的话，就是林强啊 ，OK， 然后或者是在
比较早期也有一些不知道王世贤啊，真的对对，偶尔会听一些啦，对对对，当然还有俊杰老师歌也有听过一些。那你有近代的台语歌，你听了什么？近代的台语歌好像哇，突然间要想，好像也想不太起来，没有那么刻意去找来听这样子。那你一开始玩团的时候做的是 rock 还是也开始做 R&B？ 我一开始是摇滚，然后也有电子乐团，对，电子舞曲这样子。电子舞曲。对对对，各种的尝试都尝试就对了。对，都试试看。对对对。从事录音工作啊，对你的创作会有一些影响吗？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连看的事情发生吗？有因为如果就是我在接触一些录音混音这种幕后制作的工作之前，就是很纯粹以创作出发嘛。对。但是接触了之后，就开始会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思考放进创作里面。比如说在写歌就说那这边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录，然后这边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编，然后会对，这个完全不太一样的思考的角度。就这个事情也会让你一并想进去，就对。对啊。然后比如说会整体性的来想，因为以前的话，大部分因为我以前是吉他手。对，然后可是后来就因为也接触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比如说电子舞曲什么的，然后就会有更多的思考，比如说不只是只有吉他的部分，然后会去想整首歌的整体这样子。对，然后就再加上制作或者录音混音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对，就会思考的很多。我觉得也多多少少也是因为这样想要做自己的专辑啦，就是个人专辑，因为就可以掌控更多东西，放更多自己的想法进去。所以这张专辑在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是工程师视角嘞。有一些是这样，对，有一些是这样嘛，工程师视角。对，有一些是这样，对。因为我自己基本上大部分的编曲是我自己来的。对，编曲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来的，只有那个 brass 的部分有请我们。就是有请老师，然后还有弦乐是我们就是有一位 Emma 老师帮我编的，然后除了那个，然后还有贝斯有请到就乐手来弹这样贝斯跟鼓，但是其实最一开始也是我自己，就是整个 Baking 的那个编曲的头是你自己开始的，对，所以你在编的时候，连混音的想象都会有一些概念。对啊，因为我在编的时候，比如说我编了一个音色或者编一个吉他进去，我那时候在想，这个我要把它放到，比如说，因为我们在混音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我们要把某些乐器放到左边或是右边啊，类似这种的，对，彻底一个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些东西，工程师概念出发。对，就连那个 vocal 都被你把自己的 vocal 都被你放进了一个角色的空间里面，这样。对，就是我 vocal， 比如说我这边我想要加什么效果，我也都先想好这样子。蛮妙的蛮有意思的。正平的这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简单一句话》，然后其实他已经发行一段时间了，只是到现在我们才访问他。然后呢，这一张专辑其实在各大数位串流你也找得到然后也有实体专辑。那我觉得台语歌做 R&B 是蛮有趣的事情，因为台语的语言呢，其实本身就有一些有趣的节奏。那对，正平刚在节目里面不断的他有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事情很好玩的因为正平的歌里面也有英文就是我是说他的歌词里面也有英文，然后所以说他在找到一个音韵之间的磨合和音韵之间的 balance 的时候，选择台语跟英文如何产生一些互动跟连结，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对音乐没有太大局限的话，我很鼓励刚刚大家你听了正平的歌以后，你可以继续把他整张专辑听完我感觉这是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写生活里面有的没有的事情，自己真的先讲啊呢。对，那最后再跟我推荐一首歌来讲个故事好不好？好啊，比如说那我就推荐大家一首叫做 Talking to Myself，就是对自己讲话啦，这个就是自言自语的意思。然后这首歌主要是在讲，就是
现代人就是生活离不开手机啊、社群软体啊，然后大家每天都滑什么 FB、IG 啊，然后生活就被绑在这个上面。然后如果你滑的话，上面每一个人都生活都很快乐啊，然后今天要去哪里玩啊，哇，网美照啊，大家都很美很帅啊，然后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东西背后，我就不相信这些人。就是一定生活这么快乐，就是觉得他们都是假的。对，然后我不想用，我不想要被打扰，我不想要手机都充满这些讯息，然后我就宁愿跟自己讲话这样子，自己对自己讲话，耍自闭的一首歌。然后这条嘛是当时台语跟他们英语写来写去的歌。嘿，对对对，啊，这条歌的歌词是我上介意的，规定内底，因为我做一歌，比如讲台语跟英文的交错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押韵的时候要怎么样搭配英文台语，然后互相去结合，这个就是我写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推荐给大家。那当然你听了正平的专访，如果你想要跟他互动的话，你也让他也脸书啦齁。请大家搜寻，都直接搜寻正平的噻。啊，若是要用英语搜寻的写正平，我是用台德下来。TENNPING。好，我直接在内页上面贴给大家哈，大家好这样这一块你就直接就看了你就可以哈。然后特别的台语的创作方式，然后可以经过一些磨合跟挑战，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很棒的开始哦。然后忙给他下一张呢，希望会有，希望可以当。有啦，希望有第二张啦。不要紧啊，现在时代咱能用单曲嘛，可以啊。对啊，嘛会使，一条一条，这样没有压力啊。对，反正现在的民众都很没有耐心嘛。对，可能出一张，大家不见得整张都听得完这样。记得哈，这张专辑叫做《简单一句话》，然后在线上为你访问的是正平，然后正平本身其实是幕后的录音混音工程师，然后。也是就是因为有工程师视角，所以就在音乐上就会有很多乐趣这样子。然后再一次谢谢正平啊！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跟你讲一句歌名。Talking to myself。好哦，然后耳朵带我去旅行，欢迎你喜欢正平的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拜拜。拢莫开嘴就好 ，Better not say a word， 更别拢破坏气氛只好，甲你淡淡飞out。敢若目睭对着烟雾，就会感觉到冷漠。同款的话若转头对面讲，敢有可能会较好？ Self-quarantine 的怪点处理 ，social distance 变得较舒适，随时班车 killing me softly， 24小时 alcoholic， 电影中的 setting force me， 新出上的还是 call me， 社会上的爆笑 warning， 留言中的 everything important， 每个小时要有啥人会来关在你。 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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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alking. Gotta quit social media. Captain Audiophobia. 手机也甲关无声。 老狗的根本无啥，唔免食，唔免听，你幸福美满的形象，唔免会再提醒我。我无咸无正的心情嘛，无必要互人看。I don't need nobody， 结果只不过是靠你。Ain't no comfort zone for me， 甲全部感觉封闭。每个小时要有啥人会来关在你？ Talking to myself. 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Just talking.
it to myself. 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